请问俗语伫咧讲一面抹壁双面光是什么意思 ？A. 交做人 ，B. 世界上无真正的秘密 ，C. 一减二个。嘿，你有40秒的时间。一面抹壁双面光啊！一面抹壁双面光，是不是一减二个吗？不是 B 啦，1就是2，可是 A 就是2。到底是我食要洗裤，大家拢咧洗裤。有听过无？有听过无？有啊，世界上无真正的秘密，这句话结果水。对啊，一边的抹嘿，啊无一边一面抹壁双面光。感觉是一减二个，哦，恁的队长讲是一减二个，爱讨论爱讨论。一减二个。有一边抹壁双面光嘛是有交做人的意思。意思要交做人，嘿啊，因为伊嘛袂讲，互你较简单的感觉。哦，都一减二个呢，一减二个，系啊，减4个交做人。就了解阮制作单位的哦。而且大家拢是 C 哦，头前。哦，应该唔是 C 啊，应该是啊，应该啊无咯 A 好无？好啦，改好啦，凶落好无？真正啦，哎呦，啊要先记倒者哦。拜托一下，迄答案还是 A 啊，咱会讲啊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 A 交做人。好，咱来看这里，交做人对唔对？就是咧讲迄做土水的吼，要甲迄壁有无吼？对，安尼抹甲足光骨，当然这嘛要技术好啦，吼，有的抹拢无平吼，就是技术好，当然落尾就延伸做咱即摆咧讲的交做人意思。这个交做人其实有包含讲。喙水真好，佮能力真悬，拢会去顾虑各方面的即个状况。可比讲，对这边也爱互伊欢喜，对迄边嘛爱互人满意。所以是讲交做人，但是有的人会把这当做负面的来讲，就是讲，有好的一面，但是嘛有人会感觉讲，哇，安尼就伤过工巧啊咧，拢大家拢无要得失安尼。所以这有的人用伫正面的形容，但是嘛有人是用伫负面的形容，就是交做人这句是对啦，但是就是讲用伫对，可能有的人用法无一定共款。厉害厉害。